哇！邊個升上嚟咁姣啊？原來係馬米高嘅 Bad Bitch Pop Live 最近喺九龍灣順利舉行啊！首先登場以一身 Shocking Pink 熒光造型姣爆登場。當馬米高落台同粉絲握手嘅時候，可能太激動啦！哇，係咁扯，你又扯，我又扯，全部人都扯晒啊！馬米高仲提到，平時喺 Instagram 開 live 都係冇現場觀眾㗎嘛，今次見到咁大班粉絲出席支持佢啊，仲講到情緒激動添啊！香港我細個發夢咧，又成日都係想開演唱會嘅。我哋成日諗嘅嘢，其實到某程度上，你係成日會去做啦，有決心咧，其實都係會成真咁樣咯。咁所以就成個演唱會最感動嘅環節莫過於姊妹啦。馬米高披上呢個5米長嘅 Valentino 頭紗，走落台下面好似 walk down the aisle 咁樣，同每一位粉絲擁抱，到最後仲忍唔住唔使扮，真係喊啊！演唱會嘅洋葱位又點止一個啊！馬米高同米粉嘅呢段感言啊，都好令人滾動㗎。即係自己一個嚟嘅係咪啊？我覺得你哋好勇敢，完全體會到做獨立女性應該做嘅嘢，就係自己做自己開心嘅嘢，使乜人哋陪啊？我幾開心，係咪啊？去到最後一首歌，所有嘅米粉歌迷都唔捨得走啊，要求馬米高 encore 啊，唔係 encore 先至啱啊！最後馬米高都好錫粉絲，升翻上嚟唱多首真情先至講拜拜啊！呢首歌我送俾你哋，中唔中意啊？你哋唱啊！馬米高就同我哋張開西望透露，演唱會最姣最精彩嘅環節都會放喺佢 YouTube Channel 上邊。哇！大家一定要張開個西嚟望啦！